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美国大选各州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出炉，拜登赢得了306票，比现任总统川普的232票多上了74票，将于明年初入主白宫。而拜登发表全国演说时也提到，翻页、团结、治愈的时刻已经到来。As I said in this campaign,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And now it's time to turn the page, as we've don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to unite, to heal. You know, in this batt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 democracy prevailed. We, the people, voted. Faith in our institutions held. The integrity of our elections remains intact. And now it's time to turn the page, as we've don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to unite, to heal. As I said in this campaign,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I'll work just as hard for those of you who didn't vote for me as I will for those who did. There's urgent work in front of us. Getting this pandemic under control and getting the nation vaccinated against this virus. Delivering immediate economic help so badly needed by so many Americans who are hurting today. And then building our economy back better than it ever was. In doing so,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give each other a chance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And most of all, we need to stand in solidarity as fellow Americans, to see each other, our pains, our struggles, our hopes, and our dreams. We're a great nation. We're good people. We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hold different beliefs, but we share in common a love for this country, a belief in its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For w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always set the example for the world for a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回到国内，由于不满政府开放美国来猪，精神科医师苏伟硕不断发表莱克多巴胺恐怕会影响健康的言论，却被卫福部认定是不实讯息，并要求苏伟硕25日晚间前往警局说明。不过，警方此举却遭到舆论质疑是查水表，莫非是白色恐怖时期警总打压言论自由的复辟？而台湾民众党则批评政府此举动太超过，并要求向苏伟硕与国人道歉，停止这种荒谬的行为。收到一张来自警察局的一个侦讯的通知书其实我原来也不晓得，原来告发我的人竟然是卫福部，因为其实在10月中，我们曾经在立法院的公听会，把所有为什么我们会讲莱猪就是毒猪的科学证据，已经写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我还有我在我旁边的王文新博士，还有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小儿肾脏科的钱建文主任，我们都是用科学查证的精神，把所有的科学证据写在这里给我们的卫福部那里面我们也附上了所有的论文，网络上面可以查得到的部分。那我相信我们的卫福部官员的专业，绝对可以了解这些科学证据，完全可以跟美国政府来说服说，因为现在跟2012年更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莱猪有毒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那大家刚刚有看到一张照片嘛？这是一张很历史性的照片，这是当年我们的执政党当时还是在野党的时候由现在的总统当时是担任党主席的样子办了一场反毒牛的大游行，当时莱牛就是毒牛那当年可以讲莱牛就是毒牛，为什么今天不能讲莱猪就是毒猪？不要忘记下个礼拜12月25号星期五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行宪纪念日那我们的宪法第11条明明白白规定，人民有言论的自由，人民还有讲学的自由。我恐怕卫福部没有去问过法务部，
可能也没有问过司法院的大法官何谓言论自由跟讲学的自由所以我还是会在12月25号按照警察局指定的时间，如果他说要我晚上10点，我就会晚上10点去那我会带这本小册子还有这张照片，那我会申请传讯我们当今的总统就是当年的党主席蔡英文博士请他讲讲看当年他为什么说来牛就是毒牛。如果他可以说来牛就是毒牛，当然我更有证据来说来猪就是毒猪。现在就是对外谈判软弱，对内镇压强硬。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医生，你用3年以下的刑责的食安法，而且很奇怪的是，如果我有违法，你大可以直接告发到地检署，由检察官来做初步的判断。为什么你要拿给警政署，再叫警政署拿给刑事局，再叫刑事局拿给地方的警察局？其实警察机关他们也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不能不办。所以我希望蔡总统要对台湾的民主放手轻一点让我们的医学界可以用科学证据来捍卫我们的国民健康那待会我先让我们主持人来主持，那如果待会有时间再请王博士报告那一篇科学文献。好，谢谢苏医师，那也为台湾所有的民众承担了非常多的压力那我想我们在这边表示的是，卫福部今天用这样的食安法的方式来告发，其实并不是真心要讨论莱克多巴胺的科学问题。这个举动只是想要恫吓所有的台湾人民和台湾所有的知识分子，闭上你的嘴巴，不要再出声音了，否则你的下场就跟苏伟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于卫福部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这表示台湾的民主又倒退了30年以上之久。那这样的行为又回到了威权时期，甚至是白色恐怖时期的打压。今天卫福部他这个部会不仅没有站在照顾人民健康的职责上努力的去做到，反而变身为警总，可以动用警察机关来对小老百姓施加压力，甚至很多的解释都已经超过了大法官的程度的视线的程度。所以我们不晓得卫福部这样的职责究竟是何在，反而是他这样的恫吓的举动，是使我们台湾的民主更加的一败涂地。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酈英杰一行人日前拜访台中市政府，市长卢秀燕则率领市府团队欢迎。卢秀燕在致辞过后，直接切入莱猪议题，对明年开放莱猪表示关切，也提到过去台湾相关食物的法律非常严格，必须零检出莱克多巴胺，举凡是猪肉的生产制造与进口都不可含来剂，表示这是既定的法律。不料，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酈英杰却紧盯手上资料，并未立即回应，现场气氛相当尴尬。我想刚好把握大使这次来访的机会，也表达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明年1月1号开始，那我们的这个要开放美国那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的事情那我们要表示关切要表示关切。那因为过去呢，台湾的这个相关的食物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猪肉里面呢，不管是生产、制造或是进口，都不可以使用含有莱克多巴胺或瘦肉精的这个猪肉，这是之前已经既定的法律。那我们台中市也有一个单行的法律，就是城市的法律呢，也在这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那我们台中市的法律是3年前就有的。那也因此呢，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议会我们台中市议会还有我们台中的市民，那这个很明确的表达他们不希望我们改变法律不希望我们解禁有关于就是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或瘦肉精的猪肉进口或者是在台湾生产那所以这是我们地方上的这段时间民意所展现的一个态度。
那这个没有针对性，而是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法律。那第二个呢，这是大多数的民意，因为在议会里面，我们地方的议会，还有在地方的民意上，那因为甚至有大学里面去做地方的民意调查，那大概都有这个7、8成的民众是反对我们这个放宽的法律。前立法委员沈智慧日前发起了野姜花运动，在立法院外绝食抗议莱猪进口，但由于他患有糖尿病，并出现血压不稳的情况，在经过医生诊断，得知恐怕危及血管及脑部之后，沈智慧终于愿意前往医院就诊。好吧，大家。后面小心啊！对不起啊。慢，我们过一下哦。谢谢小姐哈，借过一下，让服务员上车哦。等一下，姐，不要。记得先生借过一下，陪同家属要进去了，陪同家属要进去了，让一下。豪哥上面，豪哥，前面借过一下，前面。慢来，小姑娘站起来了。胡哥加油！胡哥加油！胡哥跟下去，胡哥。叫沈智慧加油，不要叫我加油，叫沈智慧加油啊！委员加油，委员加油！陈委员加油！来，两只脚踩上去。对，智慧加油！委员加油，就好了啊！感谢嘟嘟姐啊！感谢嘟嘟姐！委员辛苦了，辛苦了！稍容，你的包包在我这里。棉被给他稍微。对，我在这里。我在这个。前面借过。等一下。我给他一起去吗 ？OK， 没关系，来。我拿了，都拿了。证件吗？拿了。我对到吗？好。好，我都签了的。OK 好，就是你看，有谁要去？对，还有这边不能上去，这边不能上。名制作人兼导演武宗德带领院友情团队邀请到孙鹏一家人拍摄公益短片，而低音孙鹏及孙安佐一家3口在日前也现身公益活动。武宗德表示，这次和孙鹏一家人合作完全是缘分，提到了这2年来孙安佐在美国发生的事，武宗德哽咽心疼地说：“希望折磨赶快过去。”我们机构平常在努力为弱势团体做些什么，所以今天月友情是影剧团体自发性的组织，我们之间的交情跟家人一样。他突然间打个电话来说，孙鹏，武哥，孙鹏想要拍愿友情，想要替这个弱势单位尽点心力。我只能够这么讲，今天这一家3口，武哥有一个形容词：风雨家人。家庭的家。风雨家人，他们从在美国，因为孩子的无心的一句话，现在他们在台湾继续受着折磨。我希望折磨赶快过去，请邀请迪英、孙鹏、孙安佐一家3口，不要再有酸民说他们是要出来宣传。我太太因为从美国回来因为还在处理家里的事情，然后也暂时不接这个工作，全心全意的让重建这个家庭。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因为在国外远离家乡，那我发现我也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家庭的辛苦。那我跟我太太这几年遇到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说大家也知道。那我觉得应该是将心比心，同理心。这个社会上一定还有很多在不同角落需要帮助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跟武哥讲说，其实我们这个影片已经拍好了，我不想特别宣传，因为影片拍好了，影片就抛出去，又被写说我们是不是一家太矫情啊，故意出来做公益啊？被告的时候用这张拿飞机拍的，其
相信大概80%的台湾年轻人会这样想。所以我们其实这不是我们的原意，我们要在士林拍的跟安卓我们3个合体的那一次，本来五哥就有说要不要发媒体来，我说不要，我们是只有来做这个公益，我没有要宣传什么，也没有为我自己要抬高任何东西，没有，我只想做好一件该做的事情，就这样。年前就觉得，哎呦，他现在出来做公益哦，一定是来因为他现在在官司，他想表现自己好像很好一样。我告诉你哦，因为你自己生活过得很惨，不代表大家都得要跟你一样那么没用。我干嘛需要在意一些我既不认识，然后又没有什么胆子，在我面前讲干话那些？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在意那些啊，对不对？反正他们又不会对我生活造成影响。那就只不过是一群自己生活过得太可悲，这样看到我自己过太好了，然后气不过就是要讲这种干话的人在。我觉得我不需要在意那些人，真正讨厌你的连理你都不会想理你。我看到我不喜欢的人，我也不会再多说他什么，我就直接转台啊。所以我刚才在网络上讲干话那些人，真的就是吃饱太闲，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每个家庭遇到的难题跟生活都不一样，其实就是要你必须面对，你不能逃避，只有面对2个字。但是面对呢，又必须要有人支持，所以我比较不知道，反正很辛苦。很棒。还有路要走。我不懂司法，所以我不谈这一块。抱歉。司法是永远是维持公正性的，并不需要有特别的立场的，他怎么定就怎么定的。司法永远是维持公正性，并不会任何一方而有变动，更不会有什么善良的概念。它本来就是公正公主。桃园高铁站区出现了全球第1座的企鹅号志灯，原先行人穿越道所设置的小绿人，顿时化身为可爱的企鹅号志。而副市长高安邦日前参与记者会活动时说道，市府很高兴与 XPA 合作，设计独一无二的企鹅号志灯。和传统小绿人相比，企鹅造型的灯号多了几分趣味。搭配着防疫宣导号志，要提醒行人记得戴口罩、勤洗手，做好防疫措施。不见的范逸臣这次带着舞台剧新作品《你好，我是接体员》回来。在剧中，他饰演殡仪馆的接体员，用幽默诙谐的风格看待严肃的题材。他表示，虽然没有真正体验接体员的工作内容，但之前在拍摄其他戏剧时，就曾经到殡仪馆停尸间躺过，也让范逸臣直呼是人生的一大要紧。我想应该很少活着的人待在里面过，我想我是少数有这样的经验。接体员这个工作呢，它是在殡仪馆里面算是一个约聘的公务人员，接的是一些葬仪社他们不愿意甚至是无法去处理的。虽然角色它叫做接体员，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具体或者是特别细微的去针对工作的细节有特别多的交代，更多的会是我们在跟这个大体它是如何
过世的，然后家属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大体跟家属之间的情感的纠葛又是如何，然后作为一个接体员的角度看到这个东西，他自己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之前在拍摄别的那个影视剧的时候，我是有真的到殡仪馆停尸间去躺过，所以我当时我就是觉得说问心无愧，我只是来拍摄。那我们也跟他们说了，那大家也都是很安静的来做这个拍摄的动作，对，那心里也没有特别的去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什么，就很平静的，然后被我也是套在那个丝带里面那样拉，然后推进去。他其实要的就是这个画面，就是说在剧情的需要，我是往生了，然后给家人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拉上，然后推进这样的动作，对，所以对那个环境是接触过的，是也待过。我想应该很少活着的人待在里面过，我想我是少数有这样的经验。其实应该是说，可能在台湾的荧光幕前消失比较多，那其实一直都在内地有拍一些影视作品，那可能只是说，可能在内地回响也没那么大，所以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好像你好像是消失了，其实也还好，都在内地忙演出跟一些影视的东西这样子，对啊。音乐的话，目前因为还没有谈到比较合适的合作对象嘛。因为之前的唱片公司他们就结束营业了，或许也考虑就是独立去做发行也有可能啊，就数位线上发行，现在也很流行嘛，就不一定。就是想说不要再回答任何相关的东西了，就是除此之外没有，呢，对啊，因为这每一个都问真的这样那，对，我觉得然后也问不出个所以然，然后也，但是还是要写，我就觉得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聊聊音乐剧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